大家好，我係 Judy。聽書之前，不如俾個 like 我先啦，唔該晒。今日會分享《金錢智能》呢本書嘅最後2章。第6章呢講風險同埋回報嘅關係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風險同埋危險呢係2樣嘢嚟嘅。假設我哋聽日有個室外嘅 event 要搞啦，落雨嘅話呢就要取消啦。今日上晝 check 天氣預報，話聽日落雨嘅機會呢係 20%。即係我哋有搞唔成個 event 嘅風險啦。隔咗冇幾耐，天氣預報再次預測聽日落雨嘅機率咧去到 40%， 去到傍晚咧預測會落雨嘅機率咧升到 60%， 到咗夜晚機率升到去 90%。大家可能會覺得落雨嘅機會咧越嚟越高，搞唔成 event 嘅風險咪都越嚟越高咯。其實咁樣諗咧係錯嘅。風險即係不確定性，當機會率由 20% 上升到去 40%， 佢嘅不確定性咧的確係跟住上升。但係當風險由 60% 升到去 90% 咧，不確定性咧反而係少咗，因為我哋知道比較大嘅機會係會落雨。呢個例子話俾我哋知，其實風險最高嘅情況咧，就係當會落雨嘅機會係 50% 嗰陣。風險同危險唔同，所以我哋唔一定要唔接受風險。有陣時咧，風險令到遊戲咧會變得更加有趣味，更加好玩。冇風險嘅遊戲，即係大家都知道會點樣發展啦，就唔會有人想玩噶啦。不過有好多人咧都好唔中意風險嘅，所以做投資嗰陣，我哋就要睇清楚風險同埋回報有咩關係啦。喺相同嘅收益情況之下啦，梗係越低風險越好啦。但係有時一啲低風險低回報嘅投資咧，比起高風險高回報嘅投資更加好。舉個例子啦，有2隻股票 ，A 股票每年回報率咧係 40% 或者係負 30%， 佢哋嘅預期回報率咧就即係平均值啦，就係 5%。另一隻 B 股票每年嘅回報率一係咧就正 5% 或者係負 3%， 平均回報率就係 1%。A 股票嘅股價波幅好大，所以風險比較高，但係預期嘅回報率咧最高可以有 40%， 而平均回報率咧都有 5%。就咁睇 A 股票好似比較值得投資。但係如果我哋用電腦模擬2隻股票喺50年之間嘅投資結果咧，會發現如果投資100萬喺 B 股票，50年之後咧就會變成160萬。而如果你投資100萬喺 A 股票，50年之後咧得返60萬。喺呢個情況下 ，B 股票咧係更加值得投資嘅。其實風險同埋時間咧都好有關係。我哋睇回報應該係比較1年嘅前後資產增加咗幾多，同埋咧佢嘅風險有幾多，而唔係睇每日嘅平均收益增加幾多，每日嘅波幅有幾多。喺投資或者商業活動裏面咧，投資年期好重要。譬如有啲投資係唔可以中途中斷噶嘛，我哋就要盡量準確咁樣計算出整個投資年期之後回報係幾多，同埋佢風險有幾大。我哋又舉一個例子啦，譬如我哋用100萬去買翻頭先提過嘅股票 B， 1年之後嘅回報率標準差咧 （standard deviation） 就係 19.1%。呢個係統計學上嘅術語啦，作者喺書裏邊咧係有解釋嘅，不過牽涉一啲複雜嘅數學概念或者係數學模型，咁我今日就唔會詳細講啦。總之 standard deviation 越大咧，風險就越大。計完之後，我哋就知道啦，1年之後我哋仍然持有呢隻股票嘅話，價值喺84萬同埋119萬之間嘅機會咧係 68.3%， 而價值喺72.4萬以下或者係130萬以上嘅機會咧就接近0啦。咁我哋就可以根據呢一啲數據去決定呢隻股票究竟值唔值得投資。其實有冇辦法控制風險嘅呢？喺《Master of the Game》呢本小說裏面咧，作者 Sidney Shelton 咧講咗一個好得意嘅故事。假設你係一個業餘圍棋棋手啦，而家咧你就要同時同2個職業棋士對決。你當佢哋係日本漫畫《棋魂》裏邊嘅塔矢亮同埋進藤光啦。你明知道你同佢哋嘅實力好懸殊，根據你過往嘅捉棋經驗啦，你贏嘅機會咧大約只有1/20。而家有人開個賭局，分別可以買你贏晒2個，或者係你贏到其中1個，又或者咧你輸晒俾2個。
你自己咧亦都可以落注喎，但係為咗防止你打假波棄足盤棋啦，你唔准買自己輸晒。你點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嘅落注會贏呢？方法咧就係咁樣啦。你首先買自己會贏其中一個啦。進藤光同塔矢亮咧就坐喺兩個唔同嘅房同你對決。你首先就去咗塔矢亮間房，叫佢下第一步棋，跟住你就去進藤光嗰間房下翻塔矢亮嗰步棋。等進藤光下咗佢嗰步棋之後咧，你又翻去塔矢亮間房下翻進藤光啱啱下嗰步棋，跟住等塔矢亮再下一步棋，你又走去進藤光間房下翻塔矢亮嗰步棋，如是者咧，直到捉完為止，咁你就一定會贏到其中一個，即係話風險咧就變咗零啦，你又可以贏棋，又可以贏錢。喺199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嘅學者哈利馬可維茲，早喺1952年發表咗一篇叫做投資組合選擇嘅論文，提到投資組合嘅理論。而頭先舉嗰個捉棋例子咧，其實正正就係應用咗投資組合理論。簡單嚟講，以組合形式去做投資，某一部分嘅投資項目咧，同另一部分嘅投資項目，佢哋嘅波幅可以互相抵消，咁就可以減低風險啦。譬如係頭先嗰個捉棋例子啦，當你輸俾塔矢亮嘅機會大咗，同時你贏進藤光嘅機會咧亦都大咗，而你嘅目標只係需要贏其中一個啫，兩邊嘅風險就咁樣抵消咗啦。喺股票買賣方面啦，期權係一種好好用嘅避險工具。期權係指針對某一種資產，事先咧規定好未來某一個時間可以依照某一個價格去做交易嘅權利，叫得做權利啦，即係話你可以行使，又可以唔行使。舉個日常生活嘅例子啦，譬如你喺圓方啦某一間鋪頭見到一件你好中意嘅衫，價值1萬，你準備買啦，但係咧咁啱佢冇你 size 喎。職員就話下個禮拜會翻貨啦，你可以落住1000蚊訂先，到時會留翻一件貨俾你，咁你就落咗1000蚊訂啦。即係你下星期咧有權找埋尾數去攞件衫走，又或者你到時唔買都得，咁你就會損失1000蚊訂啦。點知跟住你去 IFC 行街嗰陣咧，喺另一間鋪頭咧又見翻嗰件衫，仲要有你 size 喎，仲要係平2000蚊喎，咁你計過條數啦。嗰邊撻訂再買呢件呢，你總共只係需要俾9000蚊，比起原先嘅價錢仲平咗1000蚊添，所以你決定唔翻去圓方行使你買嗰件衫嘅權利。但係大家要明白啦，喺投資組合理論裏面呢，期權只係用嚟降低風險，並唔係主要賺錢嘅工具，可以話只係想買個安心，係萬一你嘅主要投資有乜冬瓜豆腐啦，期權可以幫你降低風險，蝕少啲。其實保險咧都係期權嘅一種啦，買保險亦都係只係買個安心，你主要嘅期望係身體健康、平平安安啊嘛。保險只係萬一你有啲唔好嘅事發生嗰陣，減低你要用錢嘅風險。所以咧買保險有啱啱足夠嘅保障就得噶啦，唔好買多，亦都唔好因為你一直都出入平安 claim 唔翻啲保額咧就覺得蝕喎。第7章嘅主題係繞道嘅價值，無論你係人生啦或者投資啦，都唔會係一條直線咁樣行。投資係由於有風險，回報有高低起伏，而人生咧係不斷發生變化，所以人生路咧都唔會係平坦不變嘅。首先講下金融角度嘅繞道啦，人嘅貨幣價值可以透過呢一個人將來嘅賺錢能力，即係佢可以帶嚟嘅現金流去計算，所以咧。尤其是係年輕人啦，佢哋首先要掌握嘅係賺錢能力，而唔係儲錢能力。有錢嘅人會成為其他人妒忌嘅對象啦，而未必咧會成為其他人尊敬嘅對象。通常咧更加令人值得尊敬同埋羨慕嗰啲咧，係一個人佢擁有幾多創造現金流嘅能力，而唔係佢本身有幾多錢。我哋要明白。現金本身咧係唔會產生任何價值。如果每個人都擁有好多錢，然後儲晒起佢唔用，全世界啲經濟咧就會停噶啦。所以好多國家當佢哋經濟唔好嗰陣，政府就會減息，令人減低儲錢意欲，增加消費或者投資。一個企業嘅價值係由人啦、物件同埋現金組成。依重要嘅程度去排列咧，就係人最重要，跟住係物件，最後就係現金。
頭先解釋咗啦，現金點解會冇價值，就係因為佢唔會產生現金流。而物件呢，例如係固定資產啦、設備啦、存貨等等，呢啲可以製造現金流，但係人先至係最能夠產生現金流嘅資產。既然人咁重要，將人變得更加識得製造現金流同樣重要。而做到呢一點嘅就係憑住教育嘅力量，教育就係對人嘅投資。如果員工透過教育學到嘅知識同埋技能可以運用喺工作上，就可以製造到更多現金流。譬如係一個會計專才啦，佢製造到嘅現金流呢，係比一個普通文員高好多嘅。企業就可以將一個普通文員用教育嘅方法培養佢成為會計專才。現金本身啦，唔單止製造唔到價值，唔識用嘅話呢，可能令到你不斷要付出利息添。舉個例子，一間公司如果想發大嚟做呢，就會去籌集資金啦，譬如係去銀行借錢咁樣。我哋假設佢要俾10% 做利息，如果借咗返嚟嘅錢有一部分擺咗喺度唔用，呢啲錢呢就會製造唔到現金流啦，即係話冇辦法產生嗰10% 嘅效益。到還錢嗰陣呢，呢間企業就要額外再付出一啲錢作為利息啦。睇到呢一度，相信大家都會明白，擺啲錢喺度唔用有咩問題啦。簡單嚟講，啲錢會貶值咯。你哋有冇習慣俾零用錢自己啲仔女呢？你哋會希望啲仔女點樣用啲零用錢呢？我細個嗰陣收到零用錢就會盡量慳住嚟使，剩低嗰啲咧就儲晒入銀行。可能上一輩嘅父母啦都係咁樣諗，儲起佢咪好咯，積個防饑啊嘛。但係當我哋知道現金係唔會製造到現金流嘅，即係咧唔會令你有收入，儲錢仲係咪最好嘅選擇呢？如果俾錢小朋友係想佢哋儲起嚟嘅話，咁不如唔好俾佢哋啦，然後咧就等自己百年歸老嗰陣一次過先俾，係咪？其實正確嘅觀念應該係小朋友收到零用錢之後咧，應該用呢啲錢幫自己體驗更加好嘅經歷，或者係投資喺自己身上。乜嘢係更好嘅經歷呢？例如係去旅行啦，學多啲唔同嘅嘢，擴闊眼界啦，多啲同朋友開心咁相處啦，或者係買啲嘢氹下自己。投資喺自己身上呢，例如係報讀一啲令自己增值嘅課程，學習一啲可以幫自己增加收入嘅知識或者技能啦。最簡單嘅就係買本書返嚟睇下咯。如果我哋喺人生嘅高峰期之前呢，不斷咁樣投資自己，我哋就可以喺高峰期之中呢，發揮到自己最大嘅效用。作者引述咗某一個成功經營家族企業嘅人話，俾個仔繼承自己公司呢，越早越好，因為喺個仔最有能力嘅時候交棒，對提高公司價值呢係更加有好處。同一道理，有錢嘅話，應該係喺自己生前，喺自己仔女嘅能力處於巔峰狀態嗰陣，就應該將自己部分身家俾咗佢，而唔係等自己死咗之後先至留遺產俾佢。到你百年歸老嗰陣，你嘅仔女可能都50、60歲啦，佢哋賺錢嘅能力咧已經下降，咁你啲錢就發揮唔到最大嘅效用。最後作者提到知足嘅重要性，通常細個要捱窮嗰啲人呢，因為呢啲唔愉快嘅記憶影響，就會高估咗自己將來變成有錢人嘅話所感受到嘅滿足感。為咗要得到呢啲滿足感呢，佢就會好努力去工作，好努力去賺錢。當呢啲動力太多嘅話呢，佢就會對金錢呢有無限追求。賺到第一桶金之後呢，就希望賺夠10桶金。賺到10桶金之後呢，就覺得自己應該賺100桶金，永遠都唔會得到滿足。作者話，所謂嘅窮人唔係嗰啲窮到褲穿窿嘅人，而係雖然你已經好有錢，但係永遠都覺得唔夠嘅人。作者希望當人確保自己有某程度嘅財務自由嗰陣呢，就感受到完全滿足，貪得無厭咁追逐金錢，就會變成咗金錢嘅奴隸。我哋賺錢嘅目的呢，係應該為咗擺脫金錢嘅束縛，獲得自由。既然人嘅賺錢能力以至整個人生啦，都有高低起伏嘅變化，我哋就住唔同時間嘅需要，對自己做最有價值嘅投資，咁先至可以令我哋嘅收入獲得盡量多。做投資咧，亦都係一樣。如果一味投資喺冇風險嘅嘢上面咧，我哋就唔可以喺嗰樣嘢嘅價值發生高低起伏嗰陣咧，作出相應嘅投資策略，將利潤最大化。舉個簡單例子，喺之前其他書嘅閱讀分享都講過，
定額定期投資咧就係最好嘅證明。當股價下跌啦，我哋用相同嘅價錢就可以買到更多數量嘅股票，同唔理個股價係幾多，都係定期買同樣數量股票呢一種方法去比較咧，定額投資回報咧係高啲㗎。人生嘅價值同期權係一樣，由起點去到終點，可能都會兜好多路，但係為咗要享受人生，我哋就要承擔風險。人生有高山低谷啦，先至活得有意義。如果我哋避免晒所有風險啦，人生就會好空虛，就好似一直持有現金咁樣。現金咧係唔會幫你製造任何利潤，只會一直貶值枯萎。呢3集分享咗作者認為最重要嘅金錢嘅7個觀念，最後作者仲講咗少少關於人生嘅睇法。佢話我哋嘅人生咧係唔需要怕兜路噶，可以享受有限度嘅風險，人生咧先至有意義。呢樣嘢我好同意。我哋不時都可以接受一啲新挑戰啦，譬如話你都可以喺條件許可之下，如果你對份工好唔滿意啦，可以試下轉工啦。如果你喺呢個行業咧已經再揾唔到滿足感，又可以試下轉行啦。又或者日日都搭同一條巴士路線放工，今日時間鬆動，試下搭第2條有少少兜路嘅巴士路線，間中冒少少險咧，作出少少改變，你可以睇到以前睇唔到嘅風景。希望大家鍾意我今次分享呢本書啦，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，做更多嘅閱讀分享。記得 subscribe、like 我嘅片，喺下邊多啲留言啦，同埋 share 我嘅片俾你嘅朋友，作為我繼續做片嘅動力。我係 Judy，下集見。